聖殿的潔淨。如果有人喺聖殿入面推翻台凳，公開教訓人，按常理講，應該即刻被捉走。再進一步講，擾亂聖殿秩序，即時被處死，都唔算奇怪。但實際發生嘅位置，並唔係至聖所，亦唔係祭司區域，而係外邦人嘅院。嗰度早已成為商業活動嘅慣常空間，人牲畜同金錢混雜，實際上已經好似一個市場。而喺嗰個時候，耶穌喺百姓之中已經被視為先知。喺逾越節期間，數以十萬計嘅人聚集，公開拘捕甚至處決佢，極有可能引發暴動，係一個極度冒險嘅決定。因此，呢個場景並唔能夠用一時衝動或者單純鬧事嚟解釋。他嘅行動係為咗恢復秩序，祭祀所需嘅牲畜同貨幣兌換，本身係被容許嘅功能，但每一種功能都有佢應該停留嘅位置。原本應該為禱告而敞開嘅地方，卻被交易同噪音佔據中心，結果最核心嘅功能被推到邊緣。呢種情況同今日好相似，人向統治者祈禱時，中心唔再係尋求主嘅旨意，而係帶住財務同現實需要。關係仍然存在，但秩序已經崩壞。聖殿唔係功能堆疊嘅空間，而係一個秩序被確立嘅空間。當人越過自己嘅位置，無論對自己定係關係之中，都必然產生副作用。說話變多，方向變得模糊，委身仍在，但平安消失，責任越嚟越重，喜樂卻越嚟越少。呢個唔係罪嘅問題，而係失序嘅問題。所以，他嘅行動唔係暴力，而係一個將秩序帶返嚟嘅宣告。第二層，對聖潔嘅重新定義。聖潔唔係靠努力製造出嚟，而係一切被放返喺統治秩序之內自然被維持嘅狀態。喺秩序之外勉強守住嘅聖潔，需要意志力，最終一定會耗盡，所以只能用外表包裝。但放喺秩序之內嘅聖潔，就算唔刻意守護，都唔會輕易散亂。呢個就係對聖潔嘅重新定義，亦係回到原本狀態嘅恢復。因此，呢個事件唔係問有乜嘢唔可以做，而係轉而問我而家企喺邊個位置。祈禱係維繫關係嘅對話，讚美係宣告統治嘅言語，敬拜係選擇將自己放喺嗰個統治秩序之內。喺呢個問題面前，關係會重新找回秩序，而聖殿亦會再次成為聖殿。